台南安平工业区有一间光学工厂，昨中昼发生火灾，赶紧甲242个员工疏开，其中有7个人伫咧逃生的时候昏砸着伤，送病院治疗。消防初步判断可能是机台受过烧，才会呛烟着火。消防人员赶紧布水线入去工厂内底，消防派22台拍火车，23个人去拍火。因为乌烟一直为2楼闻出来，4楼的外口时嘛会当看到有烟，赶紧甲242个工厂的员工疏开。走出来了后，因也是真惊吓。其中7个员工伫咧走出来时阵，去互烟砸着伤，互插去救护车车顶输上烧。我们氧气量那么多了，还是因为上烧无够，赶紧甲因送病院。拢总5个查甫，2个查某，计共7个人，加在意识拢真清楚，分别送去成大、永康基美病院治疗。台南安平工业区这间光学制造工厂。13瓦倒的时阵，传出发生火烧，消防员伫咧2楼发现哪像都是这台机台烧起来，类似烟顺风箱闻出来。消防员随转水，15分钟火就随拍花，而且伫咧传出火灾的时阵，工厂内底消防设备甲排烟的装置嘛自动开开。燃烧的范围应该是在2楼这个疑似是烤箱过热发烟起火根据了解，发生火灾的光学制造工厂，现场是消防局列管的定类极度危险工作场所，小于内底有可能会导火的物件，不过库存量少，炭烧的范围小，速度嘛慢。若发生火烧，规模无大。每一年11月底进前，需要做消防安全设备的检修，甲申报比早一届。目前暂时还无报出财损。现在详细导火原因，甲厂区敢有违规疏失，嘛由环保局、雅士公司甲劳检中心相关的单位做后续的调查。记者综合报道。